路透社报道，中国打压东突厥散宗教自由情况有恶化迹象，并指一些东突厥散清真寺现已不确定是否还是用作宗教用途。路透社记者在斋月期间对东突厥散西南部和中部7个县的20多座清真寺进行了为期12天的考察，考察已于周四结束。报道称，北京声称保护清真寺和宗教自由的宣传与当地的实际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路透社访问的大多数清真寺已被部分或完全拆除。据报道，位于和田地区策勒县的加曼清真寺隐藏在高墙和共产党的宣传牌后面，让路人看不出它是一个宗教场所。在记者到达的几分钟内，4名身着便衣的男子出现在现场周围，并把四面把守，并把附近居民楼的闸门关上。这些人告诉记者，在此拍照是非法的，这里没有清真寺，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过清真寺。其中一名男子在回答路透社关于里面是否有清真寺的问题时说，他拒绝透露自己的身份。从2019年的卫星图像中可以看到，该建筑4个角上的尖塔已经消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三表示，一些清真寺已被拆除，而其他清真寺则作为真信农村的一部分进行了升级和扩建，并称穆斯林可以在家里和清真寺里公开进行宗教活动。在哈萨克斯坦反中情绪再次升温之际，哈萨克斯坦总统周四颁布禁止向外国人出售可耕地法令。哈萨克斯坦政府与北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该国也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合作国。但是哈萨克斯坦反对派人士越来越担心，作为一个燃料和矿石资源丰富的哈萨克斯坦，最终会变成中国的附属国。另外，中国在东突厥散地区镇压包括维吾尔与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在内的穆斯林，也越来越引起哈萨克斯坦民众的反感。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周四签署了上述禁令。此前，反对党计划在本周末发起新的抗议中国在该国投资计划的活动。哈萨克斯坦反对党一名负责人通过脸书庆祝上述法令得以颁布。他写道：“我们警告当局，永远不要打算把我们的土地卖给外国人。我们反对56个中国投资项目落地哈萨克斯坦。”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北京时间5月15日早晨，中国国家航天局的天文1号着陆巡视器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按照计划，祝融号火星车在着陆之后，会在火星上执行为期至少3个月的探测任务。这台以中国上古神话中的火神命名的火星车，总重大约240公斤，依靠张开的太阳能电池板来获取能源。它身上还携带了用于测量火星表面的土壤构成、地貌结构以及气候条件等数据的仪器。中国于2020年7月发射了天文1号探测器，在经历1次太空机动和4次中途修正，于今年2月10日成功实施火星捕获，进入大椭圆环火轨道，成为中国第1颗人造火星卫星。中国湖北、江苏两省14日晚突遭龙卷风袭击，已导致12人遇难，数百人受伤。武汉市蔡甸局扎山片区、武汉经开区君山片区突发 EF2级龙卷风，部分村湾房屋受损，大量树木斩断，部分工棚倒塌。据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昨天召开近期强对流天气应对处置工作新闻发布会，公布伤亡情况。目前已有8人不幸死亡，280人受伤。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部分地区昨晚7时前后也突遭龙卷风袭击，初步研判为 EF3级龙卷风，中心最大风力17级。截至周六5时，灾害共造成4人死亡，19人轻伤，局部电力设施多处房屋受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电视讲话，为以色列军事行动辩解的同时，还表达了继续展开军事行动的意愿。
截至目前，加沙地带至少有145人遇难，包括40名儿童和22名妇女。内塔尼亚胡在推特上晒出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包括美国。15日晚，美联社和半岛电视台所在的大楼也受到以色列军队方面敲屋顶的通知。但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却吹捧称，这是以方为避免平民伤亡采取的特殊照顾措施，而包括媒体大楼内这些建筑物内都有哈马斯和其他恐怖组织成员，因此才遭受以方空袭。